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读马太福音第4章，是一个真有名的经节，是耶稣伫即个中间来受到试探。若是试探的进前，伫马太福音第3章较趣味的是，你若去看圣经，第3章讲的是耶稣受洗，伊受洗礼，然后到第4章随时念悲。就有甚物人甲伊带去到旷野？耶稣是家己去到旷野的吗？圣神带到旷野，然后受魔鬼的试探。我想大概就是即句话，所以才会有咱顶礼拜伫遮讲到德国的教会甲法国的天主教对咱主祷文内底讲，求你互我毋通入伫刺。迄个刺到底是上帝也是圣神带你去的，也是咱家己伫世间拄着的？我想有真侪时，迄个争辩就是伫即个所在。因为根据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伊所讲的是耶稣是安怎会去到旷野受试探，是因为圣神带伊去的。然后圣神带伊去的时，耶稣是啥物情形？禁食40日。所以伫禁食40日，若是和合本的圣经，伊讲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这个讲啥？迄阵耶稣的身体是软弱的，然后搁伫迄款软弱的情形下底，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洗礼了，随时甚物人来甲你试探？魔鬼。所以若有要洗礼的人茫伤欢喜啊！你茫想讲我要来洗礼，洗礼了就一帆风顺，然后风调雨顺无迄个代志。但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章洗礼了，念悲40日的禁食了，魔鬼就来甲你试探。然后伫即个所在试探有3个试探，试探的第一个，伊问讲啥？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叫遮的石变做饼。你若是上帝的囝，就叫遮的石变做饼。然后第2个试探，甲伊讲啥？伊讲你会当对遮掉落去，掉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伊要差遣天使发出你，互你无着伤，互你无受伤。若是迄落汉字本的伊讲的是讲，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因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所以你袂受伤啊！看你要行去地，你行去，上帝会差遣天使保护你。若第3个试探，甲伊问的是甚物？伊甲伊讲，你若拍落拜我，去到离迄个山顶若是圣经记载讲。魔鬼甲伊带伊到极悬的山，用天的万国甲伊的阳光互伊看。伊的阳光所讲的是甚物？是魔鬼撒旦伫即个中间所掌权的。这规个世界拢是我的，所以你若拍败，遮个拢要互你。我想当一个人拄着信仰顶悬一个无共款坎站的阶段的时，有可能嘛会拄着即款的试探。伫即个试探的中间，所互人看到的第一个，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甲石变做饼。第2个试探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会当跳落去，因为伊要命令天使拖出你。第3个讲，你若拜我就甲遮个拢总互你。伫即个中间，魔鬼撒旦的诡计，也是魔鬼的诡计，伊伫遮所要讲的是甚物？第一个，伊要怀疑上帝对人的疼，伊要人去怀疑上帝对人的疼。上帝啊，今仔日我若是你的囝，你哪会互我拄着即种的困难？你哪会互我即种的重担？今仔日我若是你的囝，你哪会无互我有教业，会当伫地面上得到福气？是安怎我有遮尔济重担？是安怎我会拄着即款的挑战？这毋是我造成的啊！这物件毋是我用的啊！但是安怎我会拄着即款的困难？
然后第二个，撒旦爱伊伫遮破坏上帝甲人的好关系，所以讲你着去试，你行你去试看卖，你要做啥物货拢好，上帝一定甲你保护。咱若注意看，无论是汉语本的圣经，还是和合本的圣经，伫第一个试探甲第二个试探内底，伊头前第一句的所讲的拢是啥物？你若是上帝的囝。所以伫即个中间，耶稣所拄着的挑战就是：你若是上帝的囝，着要安怎安怎？啊，你若袂当咧，你若袂当咧，你敢是上帝的囝？毋是。所以伫咱中间，咱敢是嘛会当讲，你若是一个军队主的人，你逐项拢够野，你无应该欠亏啊。但是今仔日你若有欠亏，我怀疑你到底是毋是真正的基督徒？即个问句敢是亲像安尼？然后第二句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若是真正一个对主的基督徒，你安怎做，上帝拢差遣天使保护你；你安怎做，伊拢决断无互你着当。啊，你若惊了跋倒咧，你毋是上帝的囝哦。你若惊了无顺咧，我感觉吼，你是假的基督徒。今仔日若是咱生活顶悬吼，有拄着困难，安尼毋对哦。你若是上帝的囝，你若是属主的，你哪会拄着遮个？然后到第三个，伫即种的挑战了后，撒旦要甲人，要甲耶稣讲，撒旦要甲对咱讲，我看吼，你毋是上帝的囝。然后啊，你上好的选择就是，你若来对我，全世界遮的物件拢总互你。敢有想到一出剧？咱旧年圣诞节的时所演的一出剧，叫做啥物货？七只小羊。遐个七只小羊本来是对木架对了好好，然后有一个啥物人来？大野狼，有一个大明星来，然后遮个小羊看着讲，即个七只小羊哦，有够缘投啦，唱歌的声有够好啦，我若像伊安尼吼，真正会当亲像一个大明星，会当徛伫台仔顶，迄偌好诶！所以七只小羊转有6只小羊去对即个大野狼，敢若一只无对，啥物人无对？迄只上含慢诶无对，是安怎伊无对？因为大野狼不要，收过含慢啊！即个吼收过含慢啊，你莫对啦！大野狼只要精英啊，伊敢若要上好诶啊！所以啊，你即个杨小妹哦，杨妹妹收过含慢啊，你莫来。所以伫迄个中间，就互人看去，本来是对好牧人的，转去对大野狼。所以撒旦伊嘛爱咱安尼做，做了的结果是啥物？咱迄出剧若有看的，咱会当发现讲，伫小朋友伫迄个中间表演出来。亲像真笑亏，但是伊所表达出来嘛是咱人生所着爱思考的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但是耶稣安怎回答？耶稣对第一个试探，伊甲回答讲：人活的毋是干靠迄个饼。伊所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饼会活，人爱饼才会活。但是人活的若干靠饼，只是互你的身躯会活。你身体、你的心神、你一生的价值嘞，犹阁是空的。会记一路第一个试探是啥？第一个试探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会当吩咐遮的石头变做食，变做饼。然后伫迄个中间，耶稣甲伊讲，人活的毋是靠即个饼。第二个咧，耶稣安怎回答？毋通试探你的主。伊咧讲的是啥物？今仔日是咱对上帝，还是上帝对咱？今仔日是咱对上帝，还是上帝对咱？上帝啊，我吼要来创啥物货？你着爱保守我，甲我三角地地，互我凡事拢会成。这听起来是真好的祈祷啊！但是我毋知影上帝敢有爱咱做即款的代志，我毋知影。看伊有甲你讲无？伊无甲我讲。
但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拄着的试探，就是咱的目标，咱人生所要行的，是上帝定的，还是咱定的？咱是伫即个中间要行上帝所欢喜的路，还是咱要行咱的路，然后求上帝来甲我保庇？我想伫台湾民间宗教有一个足流行的，叫做点一种灯，叫做啥物灯？光明灯哦，真侪人知影吼。光明灯啊，一拍偌济啊？你迄个光明灯的迄个位置吼，决定价钱对无？哦，我毋知影伊安怎算，较大拍较贵哦，还是安怎？但是你敢知影？我去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天主教的礼拜堂嘛有迄种的，只是伊点的吼是蜡烛啊。我毋知影讲是安怎两款无共款的宗教。但是因迄光明灯哦，点起来也是做迄个形哦，有够相像的啦。所以我迄阵哦，当去到菲律宾的时啊，我拢共讲哦，讲啊，你会当带我来参观迄个天主教的礼拜堂，因为天主教的礼拜堂通常拢是足大间，然后拢石头起的，啊，伊有足大的所在吼，迄礼拜堂边仔吼有个足宽的所在，然后看到迄个咧点灯点蜡烛的所在，我看起来我想讲。啊，这甲台湾迄个庙寺内底所点的迄个光明灯哦，有啥物无共？我想，真侪时毋是宗教有啥物无共，真侪时是会当伫迄个相信即个宗教的内底，看到同一种的需要，就是求平安。迄款的求平安，包括我想要做啥物，我想要做啥。我要伫我的人生、伫我的工作、伫我的家庭所行的即个方向顶悬，求有一个神会当来甲我保守、保守。咱包括咱伫旧约圣经内底所看，有真侪时咱看到的嘛是安尼。所以亚伯拉罕的上帝，诚做以撒的上帝，一直到伫雅各出去流浪真久，倒来了后，伊才承认讲，耶和华上帝嘛是我雅各的上帝。我想伫即个中间，耶稣的回答。即个世界拢要互伊，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讲，撒旦摕去，因为着单单拜你的主上帝，将你的心均对伫上帝的顶悬，将你的心思意念对伫上帝的顶悬，才要互你人生所行的路会当得到满足。即种的满足，无一定是世间所有的迄种的标准，但是却互一个人终身得到满足。我想，即款的回答，不只是耶稣伫遮面对撒旦的回答，其实嘛是耶稣伊诚做人要传道进前所做的信仰告别。因为伫即个故事，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受试探了后，即段到11节，咱今仔日读到11节，到11节了，对12节开始，耶稣所做的工课是啥物？开始传福音。所以，这段的经节其实就是耶稣一种的信仰告别，一种的信仰告别，讲人活地，毋是因为肉体在活，人活地的价值是你灵魂有永存。我要送咱大家一句的经节，我无甲写出来，因为我要请你献你的圣经，找你的经节。这个小 baby 出世遮久。第一摆，互我听到伫做礼拜的时候，安尼我知影伊今仔日有来。感谢主。约翰福，是的，这写了毋对，这是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第2节，因为约翰三书干那一章尔，即章的第2节，我要请你会当显着的，你有圣经的，也是手机啊有的，请你去找，因为你一定爱甲即个经节。记落来，我顶悬无哦，我无提示哦，我没有任何的 pass 哦。即句所讲的是灵魂永存，才会当活出价值。即句我要来读，我用台语的来读。约翰三书第2节，伫遮约翰所讲的，约翰拄好是咱进查经的时咧查考，伊讲啥物呢？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我搁读一摆哦。伊讲
我愿你万事为亨通，你万事亨通，万事为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伊的意思是啥物？你的身躯，你若人生所要过了好，啥物会爱先永驻？灵魂爱先永驻。敢有人现着用手机啊是圣经去现着好学本的？有无？有人找着好学本的无？会当读一摆，互咱大家来听无？因为我背的是背好学本的。约翰三书第2节，你一定爱甲即个经节写落来。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搁读一摆，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你逐项拢足好诶。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你的身体也真臃肿。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今仔日你人生所行的路站，以及你的身体需要，拢是对着什么货？对着你的灵魂。你若要你人生所行的路站会当好，你若要你人生所行的过程身体会当用，请你爱大声照顾你的灵魂。因为有你好的灵魂，才有你好的一生。有你的灵魂永驻，才会当确定你一生永驻。然后耶稣伫即个中间有第2句的信用告白，毋是我靠上帝，人生就无苦难，是因为人生有苦难，咱会当倚靠上帝。所以即个顺序需要咱伫即个中间重新来思考。今仔日耶稣要甲咱讲的是啥物？今仔日是因为咱人生就是有苦难，你无论信上帝无信上帝，你会拄着苦难；无论你有信基督教无信基督教，你会拄着苦难；无论你对拜妈祖、拜关公、拜到任何一个神，你人生永远会拄着有可能互你跋倒的所在。但是今仔日重点是在于，你拄着即款困难的时，是你倚靠上帝，然后来行过一段路。今仔日所有基督教内底上介好的见证，基督教内底上介好的见证，毋是一个人做头家成功赚偌济钱。今仔日基督教内底上介好的见证，是一个人如何伫软弱、欠缺、艰苦、目屎的中间，上帝改变伊的心甲伊的灵魂。今仔日基督教上介好的见证，是一个人的改变，是因为主耶稣，然后互伊接续所行的一生的路站，完全无共款。今仔日基督教一个上介好的见证，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做别人苦难、黑暗、生命中间的光甲一花。今仔日咱所做的见证是伫即个所在，然后所有的一切，耶稣也伫即个中间，搁一摆，虽然伊是上帝的囝，但是伊所要做的一切事，爱结连伫上帝，才会当结果子。亲爱的兄弟，咱是上帝的囝，但是咱所想、所讲、所做的，爱结连伫上帝。今仔日咱读的圣经，甲咱讲，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结在于神，我们才能够结果子。今仔日假使咱连结的是咱家己，咱结的果子是咱家己的果子。但是咱若要结属灵的果子，上帝欢喜的果子，伫迄个中间所需要的是爱结连伫咱的上帝。这是耶稣的信仰告白。通过拄着即个试探了后，重新互人伫遐思考，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价值？是安那我爱伫旷野40日艰苦夭饿的中间，然后接续搁要拄着魔鬼的试探？因为只有人伫上界软弱、上界艰苦的中间，才会当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建立伫上帝。当耶稣受试探的时，伊用上帝的话来回应撒旦；当耶稣受试探的时，
伊搁一摆坚信，伊甲上帝的关系是无当怀疑的。当耶稣受试探，才会知当伊要面对传道、面对人生所要行的过程的中间，伊所要拄着的挑战到底是对倒来的。亲爱的兄弟，咱嘛共款。今仔日咱伫咱人生所拄着一切的困难，请咱会记住，毋是用咱家己的做法去回应，是爱用咱所领受上帝的话语来面对咱所拄着的挑战。今仔日咱伫拄着即款的试探的中间，也重新来提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记住，你是上帝的囝儿，你毋是捡来的，你毋是蠢落来的。无论你所拄着的艰难、艰苦是甚物，请你会记住，你是上帝所疼的，这点袂使怀疑，因为咱真正是上帝的囝儿。然后咱爱伫即个中间重新去了解，咱所面对的，毋是上帝互咱的困难甲试探。今仔日圣神带耶稣伫旷野，是受到魔鬼的试探，请咱会记住。咱所要面对的挑战，咱要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是属世界的，毋是你的兄弟。咱是伫即个世间甲迄个属歹的魔鬼伫遐咧对抗。咱所要争论的是迄个好甲歹，毋是好人甲歹人。今仔日问题无出伫人，今仔日人的问题是咱受到魔鬼的引诱。今仔日咱受到魔鬼的引诱，所以咱想毋对去，做毋对去，行毋对去。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耶稣伫遮接受遮的试探了后，开始伊人生上界伟大的旅行，就是3冬的传道。所以伫遮，咱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咱读到11节、12节开始。耶稣伊就开始要伊传道的路站，然后伊伫迄个中间呼召门徒，伊开始有登山宝训，伫山顶开始有伊的演讲，开始有伊的讲道，然后带着学生挑战即个世界。亲爱的兄弟，假使若含耶稣上帝的囝，伊伫地面上所做的事，拢会拄着魔鬼的试探甲挑战。那咱呢？今仔日假使咱拄好是伫迄个试探、艰苦，也是咱的心真沉重的中间，请咱注意，你毋是一个失败者，是因为你准备要开始上帝互咱另外一段异常的旅程。当你伫即个中间所行袂过，一直感觉讲上帝啊，你到底是有听我无？你到底有甲我相到同在无？请咱心爱欢喜，因为假使你会拄着魔鬼的试探，表示你伫魔鬼的目睭前是有价值的。伊爱引诱你离开上帝，伊爱引诱你成做跟对伊的人，因为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有价值的，你是一个真水的器皿。咱要如何面对撒旦的试探？我伫遮要用3句的经节，甲咱大家做伙分享。我想这经节咱大家嘛真熟。第一个是伫箴言第9章第10节，我想真侪人拢会背，啊，我背的拢是好学本的啊。我细汉吼，伫读圣经的时啊，阮妈妈无啥人读台语的，阮妈妈是客人，所以拢读国语的。我较趁吼拢背这。箴言9章第10节，伊讲的是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伫你人生想要有一个好的开始，你要掠着智慧，你要掠着聪明，请你大声先学习敬畏耶和华。第2个经节，我想大家阁愈熟，诗篇23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拄好也是接续咱主日学小朋友所要背的。伫今年小朋友要背几项的经节，第一个是主祷文，第2个是诗篇23篇，啊，第3个是啥物？我袂记啦。我敢若会记即2个吼。啊，然后咱的主日学小朋友伫即两个经节内底要背中文，要背
华语的，要背台语的，也要背英语的。啊，咱遮的大人吼，请咱爱会记一咯，爱会记一，毋通输咱的囡仔，毋通输咱的孙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二句讲的是啥物？我无欠亏。所以你若要无欠亏，请你爱掠条用什么人做你的牧者？耶和华。第三句的经节伫腓立比书第3章13节，伊讲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毋通停落来。当咱的人生行到一个段落，停落来时，迄毋是好代志。你会当停落来思考，你会当停落来休困，但是你所停落来是为着后一段所要行的路。但是当咱停落来时，袂记即咱的目标，袂记即咱的方向，安尼就是咱的危机。愿上帝通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互耶稣伫圣神的带领去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中间，重新产生耶稣的信仰告白。咱今仔日也要通过伫咱生活内底所拄着的试探，你也爱产生你的信仰告白，因为有咱的信仰告白，才会当确定咱结连伫上帝。愿上帝赏赐咱，教野的开咱，奇妙的上帝。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世间的日子有悬有低，有好有歹，有欢喜嘛有目屎，也互阮伫遮，阮所读到的就是，通过耶稣受到试探，阮知，不只是阮会拄到即款的艰难，含耶稣嘛会。主啊，阮感谢你，诚侪人甲阮共款。所以，阮确信你会当体贴阮的软弱，你会当体贴阮伫受着试探的时，阮的心是阮伫艰苦。主，当阮伫生活顶悬有担袂起的担，当阮有看袂到的目标，当阮有无法度处理的关系，主，阮拢伫即个中间，搁一摆向你来恳求，求你诚做阮的牧者，互阮伫军队中间得到你保守。主，互阮知影，阮要对对跑走；互阮知影，阮要甲什么人相甲鼓励；互阮伫阮所徛起即个加拿大的所在，互阮还阁会当用阮家己家乡的腔口，来成做阮生活信仰顶悬的扶持甲帮助。主，阮珍惜即款的关系，愿你医治阮，愿你扶持阮，愿你起造阮。愿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